乡村插相对，双双对对，互你万年大富贵。春仔花是咱过错当中充满祝福的传统。为了传承春仔花手艺，国宝级的艺术施丽梅即阵甲家己的三妹同合作，邀请国内外学生来学做春仔花。施丽梅讲，希望会当甲原本过错咧用的春仔花推广互正做生活中艺术。 600位学生囡仔专心咧填手头的春仔花，第一摆接触这个技艺，学生囡仔拢感觉真无简单。我觉得要很有耐心，然后很难缠，它要一直缠。就是难在它的中间要留你6公分，可以给它对折的位置之外，觉得好玩的地方就是可以有一种传承概念。为着要学生囡仔来认捌传统艺术。 国宝春仔花艺术施丽梅甲三妹同的团队，特别来到高中甲学生体验春仔花。施丽梅老师讲，技艺要来传承，就要让少年人来了解，让因来发挥。安排这样的课程，可以让孩子知道他过去他的生长环境，他的一些的在地文化，那甚至让他去动手做，那他了解他的来龙去脉，不是只有专注在课业上。其实这春仔花的手工艺，唔是歹学。 只是咱无教，只是无互少年的来接受。若接受了，因为即摆囡仔大家拢足巧的嘛，手艺嘛足好的啊。三妹同表示，甜春仔花的技艺伫传统家传文化当中有真久的历史，透过甲红仔的结合，嘛互春仔花有无共的运用。即届甲学校合作，然后学生会当哪做哪学，嘛替传统的艺术文化带来延续的机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